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2天，大家为着恢复家园，开始在网络顶头飞来飞去。佛灵灯泡敢若有喙手有目眉，因为经济部叫台电灯泡的计划送入来，但是等到通好放炮啊营运，上紧是1tháng半。那么这个时间，若是未付期，电力的韧性是要安怎来？今仔日是位专家学者到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福灵科技协进会顾问，嘛是前核能技术处的处长廖锡宏。我是廖锡宏，主持人、2位来宾、甲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2位是能源业者张国兴。主持人、2位来宾、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3位是前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秘书长陈炳兴。主持人好，2位先拜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先来关心到政府对核能电泡的这个立场，听起来敢若有变化。面对着减碳、AI 用电种种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立法院通过了核能管制法的修正，那么政府依法行政。那么经济部经过了评估，甲台电回文确认核2、核3厂呢有电泡的条件。那么讲即马台电已经咧准备，这个月就会底就会甲电泡计划送去到核安会来审议。感谢立法院通过了核管法。那核管法通过了之后呢，国家政府一定要依法行政。总统赖清德参加颁奖会场交接典礼，面对大咖中小企业代表，公开感谢立法院完成核管法修法，让核电中企有法源依据。虽然核电中企决定权是伫执政党，不过依说强调依法行政。经济部已经评估核2、3具备中企条件，台电特别送中企计划到核安会，爱优先确保安全。好，这个机组已经运作了40年，你要再延长，到底安不安全？我想安全是第一吧，核安无顾虑，核规有解决社会共识。老总统无被记哩，佮表示中企3关键，不过伊指出，其实到2032年拢会当用电稳定，会受到要中企核电进入定数，是因为爱想到未来用电成长加减碳。国际社会需要低碳的电力，这个也是我们考虑的。那后续人工智慧发展的人工智慧的时代，因为算力所需求的电力我们也必须要考量在这里面。所以，这敢是恢复家园政策的下放量，也是示范。拥核团体讲这是急示范，认为总统的讲法证明因当年的诉求是正确的。不过，反核代表搁一摆表示，3个中企关节无红满足，不应该送中企计划。公投的时候，那些官员说怎么样的不可行，怎么样的昂贵，那现在都见证了那些说法都是错的。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急转弯了，我们当然是充满了质疑的。然后我们一直也在倡议说，目前这3个赖总统自己提出来的方针跟原则都还没被满足状况下，不应该送重启计划。老总统讲，核2、3已经进入中企定数，佮讲爱伫满足3大关键加中企，佮讲其实无欠电，不过为着未来也是进入中企定数。核电这一个问题，政府有方向也有弹书，展开定数，结果有待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其实老实讲这3天以来我已经无啥，唔知影赖总统到底是咧想啥物？伊啥物话拢讲甲真足啦，那咱来看讲21号伊就先讲，伊讲感谢立法院通过了核管法，感谢这小咱要请教各位啦，是感谢咱阮一定来依法行政，也许可能是讲我就依法行政，所以我总是爱甲你感谢一下，这头一还是讲你予我改套，我会当来做核能电泡，我感谢，这我毋是过度来改套，这3位小咱来改套看卖，但是伊佫讲。
买核能的话，电力到2032拢会当稳定供应。所以即摆是要定胖，是要为各项来做注意吗？来铺排。另外22号，伊讲台湾已经进入了新的情势，人工智慧啊、气候变迁啦、地缘政治啦，量要足，要低碳，要能源韧性。这三个佫摆做位，而且定客定胖，三个原则，核安不如核废有解。这核废有解，我咧杀无涨呢。这废料是要安怎解？这咱节目当中毋知讲过几落百摆啊，这是要安怎解？也是讲行政照安尼行，但是我必须要依我行政。上后尾一句话，佮讲恢复家园的目标，在停机停转了后，就已经达成啊！已经达成，对啦，已经达成所以意思是讲，咱美好的迄件已经完成啦。定处佫个兵役我毋知三位安怎看的，处长，你解读的？我感觉呢，这社会咧变化科技也咧进步我以我的认定啦，赖总统的讲法并无什么差别啦因为什么？因为以台电来讲，电力公司供电，电力公司要供电，就看讲我有法度发偌济电，对吧？一个真正要紧的，赖总统特别强调什么 AI 资料中心，这物件拢要用电，这个用电要用偌济，凭良心讲，咱即摆无法度去正确去估袂出来，估袂出来。为什么？你唔知我后摆去 AI 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全世界足侪，过来工业园区，3C 的部分买用电用真济，电力都会高度的你直接甲我讲你是认为赖总统是讲好啦，搁甲放起来，这个意思吗？伊是讲随着科技甲环境的变化，应该核能爱做一个真好的选项。但是伊虽然无安尼讲啦但是伊讲佫量要足要低碳，要能源韧性但是三原则，伊佫爱符合这听起来敢若包白咧，落这落迄佫废料有解，咱废料要安怎解？我来做一个解释这伊特别强调说电力的韧性。韧性啥？对供应面、发电面甲需求面去做评估。基本上，如果核能会当起来，第一点，伊的制裁电力增加嘛，对吧？增加这增加来，你欠的机会就少啊，对吧？而且因为是24点钟在发电，所以伊会当应付更较多咱即马欠什么？咱即马上欠的毋是正光用电，毋是，咱是咧黄昏日头落山，咱连太阳光电无去。即马全世界为着这个问题，就是压制期限。为着这个问题，安怎处理？都要用储能。储能是真好，袂歹的这个解决方式，但是储能成本真悬，量也无够大。你若有核能，这个机会就减少。这技术面咱小安才讲，中延期、重期，你认为赖总统是要甲核能定胖？是，我看是安尼。而且我同调，伊讲的无毋对，遐个问题，你拄啊提起遐个问题，当技术上拢有法度解决。连废料也有解决。有法度解决。好，来，董事长，你认为赖总统是什么意思？当然，总统安尼讲的意思就是核二核三要重启嘛，核二核三要重启，当然这有伊的历史研究啦。这个物件反核，这个唔是干那民进党反核，咱较早你甲看较早过去的历史，反核是全世界拢反核，这个反甲差不多到尾啊，证明碳排压力愈来愈悬了，这个反核的力道就愈来愈低，愈来愈低。这足明显的是讲，这几年咱来看，足侪甚至有30几个国家，伊咪有发表联合声明，要共同发展核能，
核能发电。所以这是一个国际趋势，国际趋势就拄则处长讲，咱这社会在变，科技发展，即摆社会变足紧的。较早对的代志，唔爱讲对，较早认为安尼做是对，但你时代改变了，你有可能要调整。所以我的感觉是，尤其是这边中东战争，美国拍伊朗了后，荷姆斯海峡去互伊朗控制，互一寡运天然气的船无法度过，这影响到天然气发电足大。对台湾来讲，台湾影响比其他国家更较大。是安那？咱有98%天然气是为中进口，其中有第二大的进口国是卡达，卡达。所以伫这个情况下，徛伫不但是供电稳定，佫徛伫国家安全的立场，政府这阵爱调整这个政策，调整对核能的认知。当然你讲，大家有咧讲核能危险，但是咱这强调上清楚，核2、核3芳40年，强调上清楚。处长啦，敢有发生什么大意外？其实，当然对，我的意思是讲，你头仔所讲的这话，你替赖总统讲出来，你认为赖总统是安尼想的？我是判断伊讲的啦，当然我袂使替讲话。当然，我唔是这个意思。我讲你想赖总统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因为伊讲出来真明确嘛，你拄则咧讲，伊讲的是真明确，依法行政，这是真明确嘛。当初咱搁看迄个杜院长，伊伫立法院质询的时，伊的口气嘛有改变。所以伊讲，恢复家园的目标，咱在2025 5月17停转了后已经达成。这个意思是讲，历史性的任务已经是达成。无对，因为你嘛知影，反核、非核家园是台湾足侪长期关心环境、为民主奋斗的人的一个真大的愿望。这个愿望伫2025年已经完成，迄是一个阶段。迄个阶段是反核的阶段。即摆2025年了，佫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新的毋就敢若中国迄共款爱学因的话来讲，这是历史文件。嘛袂当安尼讲，我安尼讲啦，阮读科学的人，这是讲时代改变。时代改变，执政者你的态度，你就爱徛伫国家，什么安怎做对国家上有利。2025年进程，尤其是搁较早进程，台湾社会确实反核的声音真悬。迄阵所以政府是照这个民意顺应民情，国际上嘛是对核能反对的较济，但即个时代改变啊。因为拄则我讲的，像你拄则嘛讲，因为这个 AI 用电的需要，包括我拄则讲的，这个能源的安全，咱的天然气拢进口，咱若讲要保持咱的能源的安全，核能对这方面是我的帮忙。还有你拄则咧讲减碳这嘛是一个足重要，减碳足重要，就用咱目前因为咱天然气发电的比率，加迄个燃煤发电的比率拢足悬的，咱有80几%的，也是火力发电，所以咱的电力碳排放系数，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是较悬。咱即摆咱对咱的一寡台湾一寡厂商，伊要外销的时阵，因为咱电力碳排放系数悬，有可能会去用扣这个碳关税。这个部分咱小人来讲阮头一阶段先来解读赖总统咧想啥物啦我搁强调，我无法度替伊讲话，但是我是按照伊讲的。我唔是咧讲你来替伊讲话，咱来解读讲赖总统大家咧想，因为这部分冰鲜我看因这几工伫网络顶头，大家是安尼，哇，足万谈的。冰鲜，恁安怎看讲赖总统是安怎想的？我嘛是无法度了解伊安怎想啦，毋过咱会当理解，就是讲，身为一个执政者，当然是毋茫讲经济发展会当做较好嘛，伫这个前提之下，伊会当去想到讲较有利较袂遮辛苦的能源的配比，有可能会较安尼想。毋过我嘛是要提醒咱大家，就是我的观点甲前摆小可无共款，毋是讲，因为咱观察到讲迄个世界对核电的支持嘛有另外一边咧
会跟随着迄个核子事故会发生的时阵，会有变化嘛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咱伫迄阵当初嘛是迄阵核电大家拢感觉袂歹啊，啊就开始承诺爆料，大家佫惊着嘛。啊美国三哩导料，叫美国有哪真侪核电厂有哪停开嘛。啊本来佫发展了佫顺嘛。啊到2020年迄个福岛迄个时阵，大家佫向佫停开嘛。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问题吼。啊所以咱对世界对于核能安全，我即张是讲，这是资料啦吼，啊可能较细致。吼，其实其实核电除役嘛，毋是啥物稀罕的代志啊。吼，咱2026年到即摆，咱全世界差不多有222座的迄个反应炉是除役的嘛，啊有400几座是搁咧运转，啊嘛有新的，所以有的人感觉评估讲因的迄个核电的条件是会当除役，啊有的人会当讲搁要搁起新的，这若是一个趋势啦吼，所以。我较持平来看是讲，咱对经济发展的这个想法的期待，可能爱搁去思考一下，因为我讲两个历史的迄个案例啦吼，咱以前讲国家需要石化业，迄阵国光石化是迄阵政府嘛讲，我足需要要做袂当，叫抗议社会了有哪足严重的嘛吼。啊，咱伫马总统迄个时代嘛讲，迄发展绿能吼，伤做台湾经济变歹啊。咱对经济发展的迄个预测嘛，可能真正是爱需要搁较广纳迄个大家的想法啦，毋是讲咱讲敢若会欠电，咱头早常嘛有讲过讲，未来 AI 到底欠偌济，其实嘛即摆嘛歹算啦吼，所以我感觉即件代志确实是有需要搁较深入的去大家来讨论安尼。啊那，变成你认为讲，那目前呢？应该要如何来运用呢？因为既然大家评估讲，敢若会用偌济，啊嘛算袂出来。啊，一方面要保持，因为主要吼，咱今日会来见面，主要是因为伊朗这个战争开始，咱开始注重韧性这个物件。啊，真白就是讲，啊，这天然气，咱就是12天、15天。吼，啊有诶，啊，佫走伫海上，吼，啊若无要安怎？啊，如此这般，啊讲我都灵诶设备有诚好，但是啊佫无够真贵成本。啊，你认为上好诶铺排是啥物？我若会晓回答，我就做部长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讲其实咱即届大选吼，咱即届定一届大选的迄个3党的候选人，伫天然气的部分是民进党是50%嘛吼，啊伫好友这边是差不多47%，啊柯文哲这边是45%。其实对3党候选人伫天然气的这个安排是无差足多，所以咱前几工经济部长有讲，其实。就算咱即卖是有核电的状况之下，拄着即个战争，咱嘛是会有拄着天然气的问题啦。所以，我感觉咱这咧讨论这阵，小看真正大家拢专家，所以应该是爱较细致来去讨论这，毋是讲敢若啊，都咱无共款的天然气配比，确实是嘛拄着即个问题吼。所以咱要讨论这爱较全面，毋是讲敢若就是考虑一个因素，啊，就讲啊，就战争啊，天然气就无。咱其他若是其他两党的迄个总统。迄个配比之下，嘛是会拄到这个问题，所以可能嘛是爱找其他迄个解方是。啊，若是其他的解方，咱目前咱要等 SMR，啊，就看起来要商业运转还佫早咧，吼，啊，然后力量有当是日头落山也无够，啊，若真正若 AI，啊，事实上我单要讲吼，赖总统这样来讲起来，我真正灰灰啦。伊讲，咱就2032，吼，拢会当稳定供应啊，啊，所以咱是咧烦恼啥物？吼，咱应该不需要烦恼啊，只是讲爱超前部署，是这个意思吗？啊，如果若要超前部署，敢若核能这个选项吗？如果若以你这一路行来，你的立场呢？同款回答，我若答袂出来吼，我若去做报，开玩笑，应该是安尼讲嘅，讲咱会当前几工有足侪人、足侪朋友走去日本咧看能源展。哈，其实日本的迄个能源展对阮来讲嘛是拢一个真很好的迄个学习嘅一个启发哈。咱会当看拢是毋是？有可能有
其他的能源的选择无？其实若是要倒来讲过去10档的发电，我是感觉是有可能，因为其实10档前有一寡能源的选项，其实民间团体嘛有咧呼应，比如包含讲木质燃料发电，木质燃料发电迄嘛算再生能源，迄阵足无采迄阵迄啦，深澳火燃煤迄阵，就讲有可能卖用燃煤来去用迄个木质燃料，什么嘛是简单的选项。啊，以日本来讲，伊木质燃料发電大概差不多占5%，所以啊，包含咱地熱，即卖目前还未有一個正好的成果啦。所以，若是包含咱頭常講的迄個儲能，吼，當然是較貴。啊，毋過你若是貴唔貴嘛，是愛看你佇啥物時陣。你若拄佇尖峰上欠電的時陣，就無貴啊。咱的迄個啥虛量反應，迄一度電嘛足濟錢啊，吼，對毋對？所以迄是會當來去做一個整體的評估啦，毋是講干那用單一選項來做這個評估。啊，若單一來看，其實這項代志到就算講佛山吼要開始會當停泊，啊，評估要衝，嘛上緊講愛當半，了廠長是毋是安尼？台電本身的評估，台電這部分是1年半左右啦，年當半，啊，經過核能安全委員會去審核。也審核大概也差不多1年至1年半，哈，嘛是1年半。啊，所以講伊就講安尼嘛，所以為什麼講做若上緊，會當2028，就是講速度變較緊。啊，伫美國有種做法啦，美國即馬川普起來了後，要求講延役1年來愛甲做出來，還關於就新的電廠1年半愛甲做出來，伊較強勢要求。啊，處長，你睇下講核能的廢料。有改，啊這邊啊改。我個強調吼，咱目前全世界咧用的吼，大概90%攏是用做清水式反應器。清水式反應器吼，伊裡面主要是燒迄個鈾235，伊是由鈾238去提煉變成鈾235。但是鈾235裡面吼，燒起來了才佔5%左右。所以咱即擺用的所謂的用過燃料吼，其實是只用到可用的能源。5%爾，夠95%是鈾238天然鈾，迄部分吼，佇部分的新型反應器會摕來做燃料，所以摕起來用。對，所以講今日的輻射有可能變明年以後的主產，因為快中子反應器會當去燒用過燃料，佢摕來佢繼續燒。啊，咱即馬有即個機械設備，通好來甲即個物件回收起來，過來再利用嗎？目前咱無愛委託國外，啊國外即個快中子反應器即馬最近就是很積極咧發電，真積極咧發電，咧發電，所以我咧看啦。處長，迄可夠唔夠？無，迄技術無一定較懸咯。哦，伊嘅技術，伊嘅。啊，但是內面嘅設備啊，攏啊改動，過來定。唔是用咱嚟啦。我即馬講種新式嘅反應器，像 SMR 一部分，會當去燒用過燃料。新式嘅。新嘅。啊，所以袂當用伫佛山。袂使。所以處長，我就是咧問講，啊，佛山嘅廢料要安怎？我即甲你講，意思講，你以後若新嘅發電嘅 SMR 出來對無？佛山用過嘅廢料用摕來燒，你起一個新嘅 SMR 用摕來燒。哦，所以暫存啦，叫做暫存啊，所以啊暫存嘛是。即馬全世界吼，全世界嘅用嘅廢料，咱講用過燃料吼，90%攏是存佇倒，攏是存佇電廠內面。從偌久，40年至100年，荷蘭要100年，為什麼？你無管嘛？為阿擺有新科技嘅發電，第一點，我美國地下儲存，我有更較好嘅技術，成本會降低。第二點，我能夠摕來新型嘅反應器去燒。即是為什麼講？大家講用過燃料放佇電廠，無什麼排害啊！即馬甲看到全世界攏咧用啊！哦，美國已經用幾落十件關係咯。咱即馬通咧發電，室外跟室內用過燃料乾式儲存，即馬咱嘛咧通咧做，咱唔要做。為什麼？你即馬甲做，咱按算要存40年，但是上最應該存到100年。啊，即個時間科技嘅進步嘛，啊，科技進步了後。第一點講，我若要直接甲放喺地下500公尺以下去存，技術愈來愈好，成本愈來愈低，對咱來講較好應用。第二點，會佫摕來繼續新型反應器。就這個問題，當時你認為可行性真懸嗎？我想
我是同意处长讲的啦，科技确实在进步啦。啊，当然，伊咧讲这技术上，咱就讲，咱来讲实际面啦吼。伊拄则讲，其实咱讲实际面，目前为止，伊就像这个陈先生讲的吼，全世界400几个核能发电厂啦，吼，啊，处理的嘛真侪。到目前为止，你敢捌听过讲，因为核废料造成任何的灾害？目前咱是捌听过。是捌电厂出问题，但核废料目前拢无出问题，就像处长讲的吼，90%拢放伫电厂内底。我想这部分哦，这交给专家去处理啦。哦，拄则一个少年啊讲，哦，这个罗总统讲核安，吼问题无解决，核废料问题无解决，袂使送这个核安会审查，这是唔对的啦。因为核安会审查，伊就是要审查讲核安是毋是有问题无，核废料是毋是有问题。啊！你拢卖送，你就无一个起点嘛，吼！我是感觉这种物件交专家去处理，吼！我想核安会，因为这物件不只敏感，核安会伊咧处理这代，伊也会真用心去处理，真小心去处理。拄则这个陈先生讲的物件，我小讲者，其实迄个恢复这个核能这个物件，毋是干那经济尔啦，吼，要个民生。你想看卖，咱也无电，停电。对咱的生活会造成偌大的影响。徛伫政府的立场，你知影台湾是，你若一旦停电、停水，大家拢骂政府，对无？吼，骂政府啊，停一段时间，大家骂政府。所以徛伫政府的立场，伊有需要讲保证台湾的电供应无问题。啊，你拄则咧讲，甲2032年无问题，迄无问题是讲伫这个正常的情形下。就是讲啥代志拢莫发生的情形下，吼，电厂也袂出问题啦，吼，啊，家属拢一直入来啦，吼，啊，你知影社会拢一直在变，吼，你知影咱这当你想看 COVID-19 对咱的生活造成偌大影响，咱讲当初讲会想到这个物件，所以核能这个物件其实是对台湾的能源韧性、甲能源安全嘛真重要，吼，所以徛伫民生、徛伫能源安全、徛伫能源韧性来讲，我感觉讲恢复核能。这是一个真务实的做法啦，吼啊，拄则这个迄个陈先生有咧讲吼，讲全世界吼嘛真侪核电厂处理，这是无毋对。但是我讲美国，因为甲美国较接近，伊的资料咱收集嘛较侪吼。美国最近一寡核电厂本来要处理，尾后拢愿意。过来就是有3个核电厂，包括你拄则讲迄个三里岛发生事故边海一个厂，最近已经。关足久啊！哦，伊嘛要重启，有3个核电厂已经拢关一段时间，伊嘛要重启。啊，现在要重启，伊嘛是发觉讲啊，无用核能袂使哩，要减碳。啊，煞哩个当然经济上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讲天然气最近继续起悬。啊，美国是安尼，美国足实在嘛，经济导向，吼。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下，美国你甲看，伊即摆都拄则处长嘛咧讲，川普把这个新电厂。本来超过3-4年，核准超过3-4年，伊规定讲18个月内底你要搞完成，吼，伊就是要全力来发电。啊，伊想要安怎做？就你讲 AI 的电力，吼，啊，佮要减碳，吼，为着，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趋势啦。另外有一点就是讲美国，你甲看历史上，美国其实嘛一段时间拢无起新的核电厂，相当一段，伊嘛是，它也是朝恢复家园这条路在行。但是伊嘛改变啦，吼，嘿，咱是，并我也是要来请教讲，你较早听到处长咧讲啊，这以后的 SMR， 咱就先甲种伫这个核电厂里面，啊，等到以后会当过来储起来，过来再利用，这你会当接受吗？在现行的法令上，这安尼是许可的吗？啊，这是可行性吗？我感觉咱有当时啊，拢想乐观咧评估未来的迄个技术啦，吼，嘛有可能未来，拢比如讲，咱即摆大家真侪人要创迄个核融合，嘛有可能会创到这个程度啦，吼。啊，核废料的再利用，这本身确实是已经嘛有这个技术，本来就有这个技术咧做，吼。啊，比如讲，包含日本的迄个资生反应炉，啊，毋过伊嘛停开嘛，吼。啊，所以核废料再利用嘛是一个办法，吼。啊，毋过若是像咱处长讲，啊，人工就爱搁起一个新厂。啊，即摆你看咱最近迄个南投迄个焚化炉，都大家冤家吼。啊，即摆你若搁要起一个新厂，有哪爱
第一技术啦，第二是社会反应啊，所以嘛无讲遮简单。上基本的就是讲，咱头早咧讲迄个 AI 有需要电啦吼但是咱即摆 AI 需要的，拢真侪拢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目前的状况来讲，咱的即个若是核二跟核三无最终处置计划时阵世界敢有要认咱做再生能源，即绿色能源绿色电力，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度确定的代志啦。因为咱后面毋是甲迄个核能跟天然气列入过度的迄个绿色投资嘛毋过因伫即个核电的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咱要有最终处置的即个计划。咱台湾上趣味的是，咱台电敢若要去挖探勘，就叫抗议啊嘛。我印象有一届是迄阵，敢若要去南澳，敢若要探勘到原住民的立委，就无爱互你探勘，所以咱敢若卡伫即点，咱就无法度好去讲即个废料的即个处理的问题。所以若是即个关卡上面。卡在这个关卡上面，目前咱无法度甲咱核二、核三变做讲咱企业需要的迄个绿电，我感觉目前会有重大关。这嘛是爱出口咯。若有真正有机会趁这个时阵蓝绿白全部拢甲合肥的这个安怎处理，大家欢喜甘愿游戏规则用好势安怎叫无来就叫无来。对台湾嘛是一个算讲进步，但是我看可能伫这个氛围可能较困难啦，较困难这是补充你拄仔讲的讲，台电较上影，企业要去学，人就反对其实这是有一个大问题啦，就是讲叫做最终的处理厂，最终的处理所在迄即卖以目前即卖法规，爱经过地方公投、地方公投，为着这个代志，因为即卖最终无低阶有，高阶一样，地方公投地方公投，我正从约过来了，地方公投，地方公投就是法律规定嘛，即嘛经济部负责嘛，经济部会有成立一个办公室，用过来了选址办公室，伊即嘛就咧处理这个，以后讲也开讲蓝绿白哪会当合作，伊要甲这个收掉，变讲这完全是中央的职权。唔免地方去公投，因为地方公投都拢中央的职权，中央我看中央就惨咯。你若安尼，唔是无所在，有所在台湾。我甲你讲，敢若即2天赖总统讲甲安尼，咱就无啥但是咱还是为着讲台湾的电力的韧性，看到即个伊拢的见证。我即摆伫线顶是咱的中东的专家柯显德善德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想要先请你从台湾的能源的韧性这件事情，尤其你先跟我们谈到了有关于台湾其实在跟俄罗斯买石油，是吗？对，其实在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国家有制裁俄罗斯嘛？那个时候好像有停下来。但是去年6月是按照有台北那个时报，我看到有一些报告，他说去年6月开始就是台湾有从俄罗斯有买石油了，它算是一个买了很大量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石油。对，你从这条新闻，从这个新闻里头，你的解读是什么？那么如何看待台湾的这个能源的韧性？其实我们现在从中东的议题来看呢，那个现在不是有美伊战争，怎么会有影响台湾的能源呢？我觉得影响会非常大，就是如果美国没有退放，是伊朗政府，就是台湾的能源可能会有风险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子就是伊朗如果留下来，就是以后每一个船要经过那边要以前是跟伊朗要谈判才可以经过那边，所以这样子的话，下一步需要什么？需要每一个国家要跟伊朗去谈判了。然后我们知道是伊朗跟台湾没有建立关系，他们国家没有跟国家有关系，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台湾跟伊朗会需要第三个国家介入这个谈判了。然后第三个国家按照是中国跟伊朗的关系来看，我相信是唯一的接受，就是要中国要同意才会那个能源也要经过那边，就是
就是要中国同意，我是按照那个伊朗的行为。然后这个是如果伊朗的政府就是没有退放，就是一直留下来。然后以后如果伊朗没有控制那个地方，是国际来控制这一条，这是荷姆斯海峡。像那个其他的国家，他们不是说可能有机会来介入吗？我相信那个时候，如果伊朗没办法控制那个地方，国际来介入，我相信还是那边也是会有变成一个风险的地方，可能很多公司不会去那边，做这项生意，会经过，可能会保险那些保险会变比较高，所以能源的价格不会跟以前会变一样很低，也不会像那个战争的时间会很高，所以还是能源，如果伊朗留下来在那边，我相信能源的未来还是会变一个很贵的，所以台湾真的要想到这样子的部分了。第一个我是想要告诉你们有一些例子在中东啊，我觉得靠那个核能发电啊，就是有明显的好处。也有坏处，刚刚这些来宾有提到那个坏处，但是我是讲那个明显的，像那个台湾，我们看那个大部分的天然气也是从卡塔是这些国家买，但是你们知道是卡塔他希望以后到2030，就是不要靠天然气是发电，他想要往核能走，就是做核电厂啊，在那边。就是他觉得是对国家的污染是非常高，然后核能就是未来，你知道，天然气未来可能50年以后什么会在世界会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往那个地方走。然后另外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也是石油跟天然气那么丰富的国家，他也希望以后都不要靠天然气跟石油是发电，他也希望成立就是核电厂啊。然后阿联酋也是成立的，他也现在他的国家是25%有靠这个，然后他想要加强变成100%靠那个核电厂发电，这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是好处就在这边，但是现在风险是什么？就是从中东来看这些风险，我们知道如果回到有算是历史，有时候是那个要成立核电厂就会发战争。以前那个伊拉克，他1980、1979的时候，他想要成立一个核电厂，然后就用核能发电。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以为是他可能成立这个地方，盖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可能在背后可能会做核能的武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就是开始那个攻击那个发电厂在伊拉克，然后变成一个就是整个都是烧掉，然后就是大家都那个时候很紧张，是怕那个会有一种风险。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想法，他们觉得有一个核电厂在伊朗啊，然后伊朗是靠这个2%的国家，2%的电是从那个核电厂是出来的。现在他们觉得是俄罗斯的公司盖的，他们觉得可能用这个核电厂，然后在背后做发电武器，那个做核能武器也在那边。所以他们说有一个小的原因，以色列跟美国打伊朗是因为是这个核电厂，他们觉得可能以后是慢慢那个做那个发电那个武器啊。这个是战争以前可能会发战争，但是战争的时候，我们现在知道是中东有战争，核电厂是风险多大？是现在你知道吗？那个我刚提到核电厂在伊朗那边的附近的人，大家都离开，跑到那个其他城市走，他们怕那个随时或者是不小心有一个飞弹，或者是到那个工厂去，可能这边都是会变非常大的危险，连附近的国家也怕。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我刚刚有提到是阿联酋也有核电厂，然后昨天或者是前天，美国是威胁伊朗，他说会攻击这些发电厂嘛，就是做电的。
伊朗也是他威胁阿联酋了，所以大家是阿联酋也是很紧张，就是怕也攻击这个地方是会不会真的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相信这个议题是，台湾可以要学习这些地方，不管是可能他们的情况跟台湾不一样，可是好处或坏处就是要学到是真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所以善德兄，以你作为一个已经规划台湾的台湾人，然后你又眼见过自己的家乡有经历过战火，你赞成核能的发展吗？你说我这个国家想要？我说你现在你的态度是赞成核能呢，还是反对核能？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台湾比较那个，你知道，在国际上是它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算是在附近的国家是不是很好的，所以拿到那个能源可能要经过第三个国家。如果我相信如果买俄罗斯继续下去，可能俄罗斯突然他可能会说我不会卖你，然后伊朗也是，我相信还是要经过中国才会卖给台湾，就是要经过，所以我觉得台湾可以暂时，我自己觉得在暂时可以靠那个核能，但是还是要找办法，是不要做一个办法是可能大家那些来宾比较了解，不要靠核能，也不要靠天然气，就是找到比较第三个选择，当成一种过渡的手段，你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短时间我可能接受了，但是不要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是战争的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就是如果遇到战争，就是危险了，知道吗？所以，然后战争的时代是可能要原谅这些有一些议题要放在旁边，因为这是战争，可能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人民没办法接受，或者是就是没办法，我相信没办法接受台湾人就是一段时间没有电，有些国家会接受，台湾人不会接受，可能台湾人比较不会接受，也是电变很高，但是我还是要经过，我觉得经过算是有一种公投，要问台湾人是到底是他们需要，他愿意。电的物价会涨高，愿意吗？或者是开始重新那个用核能发电？这些还是要问过，是有一种公投，我觉得比较好。好，谢谢善德兄来告诉我们。我也是，谢谢你们，我也谢谢来大家。谢谢。好，我想先请冰兄来讲一下第一，核能抢可能战争的时阵，电到变做一个大目标，这也可能也是一个考虑。但是他都系像柯先生伊所咧讲，可能是过渡性的，是毋是爱来公道？你认为即摆敢处时处地，过来发起一个公道，讲咱是毋是要再度要甲恢复家园，甲变做是核能家园？这问题问啊真大呢吼。我补充者，咱交这核废料唔免讲，无修法未过，唔免公道，是DJ爱公道。所以咱迄阵 DJ 要为蓝屿得来台东迄阵，就卡伫咱台东县政府无爱办这个公道。地方爱公道，所以交这经济部确实有想要个立法爱用这公道的部分，所以咱头讲核废料的部分是交这是最终处置上是目前是无需要公道，但是拄着的状况就是我真正。咱前一阵迄个陈玉珍委员本来嘛是讲，迄个金门会当考虑叫各民众嘛抗议了的。伊家己无解扣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政治的因素啊。所以你若要用啥物能源，你爱付出啥物款的代价，我感觉咱社会的这个公民教育跟公民的迄个嘛是爱随之进步啦。比如讲，比如讲，其实目前来看是IEA 迄个评估是2050年可能核电嘛是差不多占10%。
因为情境啦吼，长期的情境啊，大部分嘛是再生能源，所以乃当伊较长期来讲，我感觉台湾的再生能源应该是爱去较去各种多样性的，咱总统嘛讲多元的能源的韧性，按韧性它像按主持人讲的韧性的情境有无共款啊？咱是像咱即卖是无参加战争啊，是咱的迄个天然气卖过来是一种情境啊，啊那另外一讲是拄着。够啥无共款，反正咱的一个电厂会出问题，还是另外一个韧性的情境，所以韧性的情境嘛是需要有无共款的迄个破败吼，无共款的情境的选择啦，啊，这拢爱讲互社会大众听，啊，包含咱头讲的真正再生能源嘛是确实是，但是像再生能源是国际上的这个减碳的一个足重要的物件，但是台湾嘛是起予足侪假资讯，在什么太阳能板有毒啊，这个物件嘛有够多，所以拢会拄着足多的即种的困境啦吼，所以咱头先讲的韧性，以我家己的观点是讲，足多无共款的再生能源的选择是有可能会当帮助咱去增加咱的韧性啦吼啊，核三这个用核三核二这个用了40几年的机组吼，迄真正爱大家社会爱。经过较仔细的辩论啦，吼啊，迄个讨论啦，甲直接讨论，包含迄个核废料真正若是要用到，唔通安尼，大家要去甲对，就反对甲对安尼。这应该是台湾咱过去历史经验是去到倒位，大家都反对到倒位吧？系啊，差不多是无，应该是无例外吧？无例外吧？啊，当时怎来？你先讲。我先补充一下吼，咱苏澳吼，像几年前有进啦，进天然气，但即摆是无啊。咱最近这几年是拢无啊啦吼。过来是卡达，毋是咱上大的天然气进口，咱上大的天然气进口是为 Australia。为澳洲啦，澳洲啊卡达是20%到30%啦，吼，啊过来就是讲，拄则这个陈先生在讲啦，吼，讲发电再生能源，我一直在讲吼，重启核电跟发电再生能源无冲突，再生能源这个发电这条路，台湾一定爱搁行咧，吼，而且爱搁想办法，像我。完全同意，拄则讲的讲，你这生殖能发电、地热发电，这样技术成熟，吼啊有迄个经济价值，台湾爱发电，这我感觉这拢无冲突。咱即摆是讲，哎，咱都这两个核电厂都用40年，啊，都拢无出代志，啊，咱若搁继续甲用一段时间，互咱眼前用电卖遐吃紧，啊，对咱能源安全也保障。我感觉这应该是大家好好去讲，社会应该会当接受啦。啊，我嘛同意陈先讲的，我讲台湾你即摆若要起新的核能电厂，可能嘛是真困难，因为大家拢有抗争。我感觉这是免啦。啊，现有核废料问题，拄则处长有讲过，吼，这核废料用放伫电厂放100年，啊100年，你可能要到地咧，我嘛无地啦，吼，我是感觉免烦恼到遐去啦，吼。啊，我感觉讲这个物件，我感觉就是技术时间慢慢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啊，拄则又讲用40年，无毋着40年，爱模棱有啦。但是吼，美国的核能电厂拢是用60年到80年，真济是用到80年，因嘛是拢无问题。我想这种物件，我一直咧讲，有真济物件是咱会当有咱的意见，啊，有一寡物件我感觉爱交专家。我讲核废料的处理，吼，啊，甲核能是毋是有安全这个物件，咱会当表达咱的担心，但是这个物件交专家去处理，交核安会去处理。我相信因的专业，我嘛相信因会真小心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处长吼，你讲我听一下吼。咱其实节目中讲过足侪解吼，这评估的过程是评估什么物件？因为外行人就讲啊，这40档，啊我讲会使就会使，啊这人美国都80档就咧用啊，就 OK 是安尼吗？有爱斟酌什么物件？因为毕竟是用了40年，但是我敢若会使讲啊，用了40年，啊是要看什么物件？我是首先我先讲一个美国的例吼，美国吼最近今年3月出一条说，公用电力反冷器吼，咱卖出，咱徛起来。反冷炉吼，反冷炉的这个增量扩电的这个计划，吼，还是美国能源部提出来吼。伊同样是啥物？这3个吼，一个就是
40年延了，啊，伊安怎延了你毋知？第一点，美国现在目前运转中有95部，全部拢延40年啊，延20年啊，其中20部延40年，拢通过啊。哦，即卖美国已经安尼啊，吼，啊，就是伊讲说第一点就是讲，我第一点就是讲要所有的电手，哦，啊，佫真正休眠的设施已经停伫遐无用的，吼，操，美国有几个厂，吼，几个厂内面已经无用啊，因为经济问题，啊，才发现讲荷兰即摆较有机会，伊要从个休眠的佫停起来，要搞伊运转，吼，啊，佫为啥？佫是讲过去起一半，美国有2个电手，叫做Summer 2号机，伊起到70%，因为技术相关停起来。即卖能源部讲，我甲你资源，我充齐，起到好为止。对啦，处长，我的意思是讲，你讲一2项啊，互咱观众朋友让理解。了解。咱是要重客起来，电棒，咱是爱看什么物件？是内面垃圾，还是讲摕到什么物件？我讲一下吼，我这个讲就好啊。这是美国 AI 公司。你甲看吼 ，Google 啦、Amazon、Microsoft 加一个 Meta Facebook 嘅一个公司，你看，因这几个这2个，这是要起新电手，去小型 SMR， 这2个是要用延役的电手发电，或者这个世界趋势个啥呢？处长，因是要用 SMR， 不是用旧的这核能嘛？这2个是要用旧的核能，延役的核能。延40年的核能，有的是要签约，要用 SM。我也是要甲恁请教的讲，咱是要来斟酌看啥物物件。因为电手用久了吼，伊安怎会老化？你设备嘛，材料嘛老化对不？所以第一点为啥要去做老化的评估？老化的管理。你评估出来，若是有的部分，一般讲起来大设备拢会当运转60年，无问题。一般较普通的物件，但运转差不多40年，都开始就老化嘛。伊在第一点要评估，三讲咧，这个反应器内面大小零件对，反应器内面的物件，咱就委托核三的原厂西屋公司来甲咱做评估。评估起来讲，佫什么物件你爱换，你袂当佫继续，什么物件唔免换，迄叫做老化的分析。所以原厂会来评估。对，靠的部分。即嘛是咱的工业研究院来做评估，那个比如讲到底什么物件爱换，所以核三要重启，唔是免开钱啦，爱开钱啦。无啦，我唔是讲，我无讲免开钱啦。我这是甲关心讲要抽什么物件，安换什么物件。第一点是讲，伊会去做评估，该换的都爱换。有的设备更新，有的设备甲提升伊效率，上条是做些，爱做些有老化管理。所以较表讲起来了后，经历完了后，变甲一新的类似继续运转。变，那是要这关于着老化核能电厂的再生，你个人的观点是？我感觉咱应该是科学、务实、理性啦，吼。就是讲，咱应该 SOP 拢甲创出来。比如讲日本有20几座反正有处理嘛，吼。咱条件人是啥物断层啊，是啥物营运啊，是成本、设备安，我应该是会当有一个真清楚的历史图。我感觉咱台湾，我家己感觉可能无准，然后偏偏一个机器，放伫咱足侪低档的所在，甲放伫无啥低档的所在，迄个状况用40档的状况会无共款啦。我记得咱过去核厂的嘛。反正就锚定螺栓嘛，曾经登去嘛，对不对？其他国家无登去，咱才会登去，表示讲咱的地质的条件可能较歹。所以咱 SOP 若甲其他全世界的条件拢用出来，咱应该是爱选上严格的迄个条件啦。即摆是惊咱头讲着迄核安会，我感觉核安会嘛是一个问题，因为咱核安会即摆是3级机关，本来是原能会2级嘛，即摆变3级，所以一个3级机关。有法度处理这个遮复杂。敢讲啊，唔敢讲。嘿，管会行，管袂行。以前伫2级机关的时阵，就已经大家就感觉无啥，唔知迄台电较大尾嘛，以前原能会就感觉可能管无啥会行，现在变3级，咁管的有这个尤其个会拄到这个老旧核电，迄个核电的迄个足侪问题，爱去调整，所以这若是社会较确实是真的要很多的专家来
来去严格的监督啦。而且感觉咱看啦，别人的条件，咱应该是选迄种上严谨的来去评估安尼。这我有赞成，来，当署长吼，来。是，我想吼，台湾这个核能电厂的安全吼，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我看过数字，咱的要求其实拢有较悬，对安全的要求确实有比其他国家较悬啦吼。啊，拄则处长有咧讲啦，伊咧讲这是设备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是安全。吼，你这安全部分，拢爱去甲新的电厂共款，你爱去做定新的评估，讲这你放落了后，这安全无问题。吼，啊，拄则陈先生讲一点，我是不只啊同意，能源政策这是选择题啦，选择题。唔是是非题，啊，我感觉台湾社会应该爱公开去讨论，什么款的能源政策是对咱好的，啊，政府嘛应该欠政府的力量，讲得清楚，我到尾是了解。